咁點知自己個肩關節嗰個活動會唔會受到因為平常工作或者係生活嘅習慣而導致佢出現咗呢個活動嘅障礙？咁好簡單啫，雙手擺喺大髀兩邊，手掌掂住，然後遞高，係啦。有冇發覺望一望自己兩個手踭有冇曲，手指係咪有高一低？當你遞高嘅時候，有冇感覺你嘅腰壓力增加？有冇發覺你兩邊肋骨好似扯住你對手？仲要係有一邊多啲，一邊少啲嘅。OK， 因為頭先講咗啦，我哋肩關節嘅肌肉又出現唔平衡嘅情況，導致到我哋做呢個擺手嘅幅度受影響。我哋擺手係將手向前向後嘛。如果我向前受到限制，向後一定會受到限制嘅。同唔同意先 ？OK， 一陣間咧，我哋會做呢個橡筋帶嘅練習。好啦，我哋將兩隻手掌穿過橡筋帶，捉住佢，用個虎口位捉住佢。好啦，將佢擺喺背後，輕輕力吸氣，吸完啦，揼低頭呼氣，深數1、2，然後拱對手出去，企好咗，輕輕力吸氣，吸完啦，揼低頭呼氣，深數1、2，推隻手出去。吸氣，好，跟住揼低頭呼氣。係啊，吸氣啊，揼低頭呼1、2，推隻手向前，係啦，冇錯。好，放翻嚟一翻就得㗎啦。OK， 好，記住啊，記住拱對手出去啊，唔好淨係齋伸直嘅手，齋伸直嘅手唔得啊，係拱隻手出去，手臂向前旋轉，個肩關節收緊咗嘅，呢個姿勢吸氣。好啦，相反方向轉，呼氣，將個手踭拉埋嚟，好，唔好放出去，好，再嚟轉，吸，向後，呼，你會發覺腋下呢個位置嘅肌肉佢係會收緊咗嘅。拉長呢條掌帶，好啦，向前旋轉，吸氣，向後旋轉，呼氣，將個手踭拉埋嚟，腋下嘅呢個位肌肉用緊力，記得一定係手踭拉埋嚟，個手都仍然喺出邊。再向前旋轉，吸，向後旋轉，呼，拉個手踭埋嚟。我哋做翻頭先呢個動作，睇下有冇分別。拍兩手拍住大髀，然後遞高。分別啊，係咪啊？有冇分別？有冇分別 ？OK， 我哋個關節嗰個活動受到障礙，因為肌唔平衡，所以你會做所有動作會覺得好似好唔暢順。咁頭先嗰個動作唔係做肌力訓練啊，記得唔係肌力訓練，因為好輕嘅啫嘛。我哋只不過係好短時間裏邊去做一啲動作，令到緊張嘅肌肉得以放鬆，兩邊肌肉保持翻平衡。想要知道更多，記得參加下次工作坊啦。